形象對每一個人嚟講都好重要，對立法議員就更加重要。一個出身基層嘅人當選進入立法會，可以話係一夜間進行咗360度嘅轉變。議員陳明金就話：人哋對佢嘅稱呼改變咗，但係佢對其他人，尤其係基層嘅市民，就一直都冇改變。徐永賢報導。首次參選就攞咗超過2萬票，以第二多票晉身立法會。陳明金話：選委會宣布自己當選，仍然好似係尋日嘅事。佢話今時今日仍然好感謝選民對自己嘅支持。陳明金話自己出身基層，雖然參加社團工作有10幾年，但係性質同做議員好唔同。陳明金一共有4個議員辦事處，每日都有唔少人嚟求助，由小問題至到家庭糾紛，大至到社會政策都有。陳明金話唔會計較大事定係小事，自己出身基層，知道基層要啲乜嘢，急啲乜嘢，所以每當有人嚟同佢求助，都會盡量為有需要嘅人提供協助。亦都因為呢種做法，好多時更加要自己付出，為別人解決問題，已經盡心盡力，但係陳明金話自己仍然做得不足。即係嗰個超齡仔女個問題呢，都係佢哋啲市民呢係不斷咁約我哋，咁一約我哋一有時間就去同我哋見面。咁因為呢個超齡仔女嗰個問題呢，又牽涉到比較多嘅市民。咁呢個又牽涉到除咗特區政府，又有中央政府嗰個政策問題啦。雖然依家仲未有解決，但係佢每一次揾我哋都好樂意去聽佢哋嘅意見，咁用我哋嘅渠道向上邊去反映。陳明金話自己唔識得討好人，文化水平又唔高，外人質疑佢係咪有能力做議員屬於正常，但係日子耐咗，亦都有人讚佢做得唔錯。外界話陳明金嘅當選係真正將基層嘅聲音帶入議會，而佢嘅出現的確令議會嘅文化有所改變。亦都有人話因為有陳明金，唔少議員都比過往勤力，要做多啲實事，以免選民會另投新主。而對於打擊賄選，陳明金就認為修訂3部選舉法旨在打擊賄選，但係大前提係要立法，明確賄選嘅定義。假如法律連點樣係賄選都界定不清，將來就可能繼續留有灰色地帶，難以公平執法。咁你話啱啱係嗰個中秋節去送幾張餅卡，呢個係咪犯法呢？咁呢個澳門呢個傳統選舉係唔係長期都係咁樣呢？你話請人哋去飲茶，請人哋去旅行，啱啱如果嗰個選舉期呢又啱啱撞到係個中秋節送幾張餅卡，我覺得係好正常嘅事。點解你會話唔公平？啊？點解你會話唔公平？咁其他人有冇做送餅卡嘅事呢？咁其他人點解唔需要呢？陳明金並冇透露係咪會角逐新一屆嘅立法會選舉，但呢個大會出席率達到100%嘅議員就話，基層嘅市民永遠都係佢嘅朋友，只要佢哋有需要，佢一定會幫手。澳門電視台記者曹永賢報道。